使命，我相信在座真侪其实对您真了解啦，不过我也是小简单来绍，时常嘛讲，我甲使命先生一个机会安尼吼。大生呢，我想大多数人若听着咱使命先派呢，一定会想着伊个真有名的著作台湾人400年史这过去呢，伫即个咱90年代迄当时是非常畅销的，畅销甲非常，你要全亚洲内底工业发达，第一就是日本，第二是台湾，也是韩国，也是印度、台湾的。你看咱台湾出来讲吼，就按什么占领以前，并且真黄客同时挺这个发达的一个工业化，迄落啦，安尼。所以讲啊，拢是被统治啊，被统治。这被统治就是安怎？3年拢有翻过来教的，迄阵啊，荷兰时代，因翻荷兰安怎讲？你知影？翻红毛翻啊！荷兰迄时是翻红毛翻啊，翻清时代是翻啥？翻长山。这日本时代翻啥？快刀四卡，那么这拢是大众的，我唔是这种就是一个翻红毛翻啊，一个就是翻长山，一个就是翻四卡，即摆你翻啥？人家家己多，人有意识，我是家人，出来讲我袂好。你看这个周围水啦，这面容你也看，做主人这就是敢毋是即种人讲台湾要独立，要建立家己国家，较符合嘛，意思。台湾民族主义，这是咱的祖先翻红毛，翻长山翻。